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Grace， 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主題係香港製造。相信大家都有接觸過香港嘅事物，例如香港嘅品牌、電影同食品。咁大家有冇體驗過當中嘅意義同價值呢？如果冇嘅話，咁就等我哋帶領大家去尋覓下香港製造嘅奇妙之處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Wendy， 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香港製造，從香港嘅懷舊小食啦，再到華麗嘅景色，最後就係核心價值觀，我哋都會同你一一介紹。Hello，我係 Winnie 啊，今日我哋會作為你嘅導遊，帶大家發掘香港製造嘅閃光點。相信大家聽完啱先嘅行程，一定好期待今日嘅香港製造之旅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向香港嘅懷舊小食出發啦！旺角嘅老街道上係一間又一間盡現香港風味嘅小食店，店入邊有人嘅小食，搞到我每次經過都忍唔住駐足。咦，有間雞蛋仔店喎！哇，呢度有好多口味嘅雞蛋仔啊！我最鍾意新鮮出爐嘅雞蛋仔啦。除咗旺角街頭，其他地方都有唔同嘅小食。香港製造真係好味。我乘搭港鐵嚟到 K11 購物藝術館，佢就喺我嘅後面，我哋入去參觀下。哇，呢度好華麗啊！我一行入嚟就俾呢度嘅藝術氣氛深深吸引。呢度嘅商店充滿奢侈同埋時尚嘅氣息，令人神往。呢條由青花瓷拼砌而成嘅裙真係壯觀。喺 K11 嘅後方就係維多利亞港啦。呢度係最受遊客歡迎嘅打卡點之一。欣賞着優美嘅景色，感受清涼嘅海風，呢種感覺真係好舒服。食完嘢，行完街，睇完景之後，就講下我哋香港核心價值觀。不過齋我講就有啲悶嘅，不如聽下佢哋點講呢？你覺得何為香港精神呢？係，我覺得香港精神係即係我哋啲人要團結一心，嗰種嘅精神咯。因為我認為香港精神佢有不屈不撓啦、堅毅嘅成分啦。咁你喺日常生活度有冇體驗到香港精神？有嘅，因為我覺得其實香港人嘅精神就係即係間唔時可能會幫下你啊，即係陌生人都會幫你嗰種啊。就係熱心助人嘅嗰種精神。即係我跑開田徑嘅，成日都受傷啦。咁啊有一次拉傷啦，咁我係痛到成隻腳都麻痹啦。咁經過休養同埋訓練啦，咁之後好返啦，跟住慢慢喺度加強個練習同埋加強個練習強度啦。由陸運會嘅第一名跑到去學界嘅第4名。你覺得要點樣將香港精神傳承落去呢？凡事遇到困難事，唔好放棄，要堅持落去啦。即係你熱愛嘅嘢，你一旦放棄，你可能大個就會後悔啦。咁我認為要同啲細路講啦，將呢件事分享俾佢哋啦。我哋望住鏡頭講一次，將獅子山精神傳承落去。將獅子山精神傳承落去。將獅子山精神傳承落去。佢哋嘅香港精神都係從日常生活中體現出嚟嘅，又唔知你可唔可以從自己身上發掘出香港精神嘅特質呢？希望大家經過今日嘅旅程可以有所得着。我哋不妨多看多尋多感受，親自發掘香港製造嘅奇妙之處。